第一首是圣诗326首，心和平上帝圣囝。这首诗咱应该是较无熟，但是足简单的吼，足简单。咱甲即个3节的歌词哦，咱来做伙读一遍。来，心和平上帝圣囝，愿受困得你听，除去阮罪恶过甲歹因价断。即个过犯吼，咱当然这袂要紧吼，伊只是写过犯吼，过犯啊，甲歹因价断吼，毋是断啊吼，是断因价断，就是小可注意一下吼。来，咱搁读一遍吼。来，心和平上帝圣囝，愿受困得你听，除去阮罪恶过犯，甲歹因价断。第二节，一切罪性拢拍碎，邪恶无搁典位，为听阮受死过活，主求你引带。第三节，人生路途虽黑暗，通快乐到终站，心和平上帝圣囝。愿来得你听，吼，通快乐到终站，吼，终点即个终站。来，咱请琴甲咱弹一遍，吼。来，第一节。心和平上帝圣囝，愿就困得你听，除去阮罪恶过犯，甲歹因价断。第二节，一切罪性拢拍碎，邪恶无辜地。受死过活，主求你引带。第三节，人生路途虽黑暗，通快乐过坎，心和平上帝圣囝，愿来得你听。这首诗是即个纽西兰吼，即个算伊的类似民谣啦吼，伊的旋律特别是旋律吼，所以咱第一节过来念一遍，咱来思考即个歌词的意思咧。第一节，来念第一节就好。心和平上帝。圣囝，愿就困得你听，除去阮罪恶过犯，甲歹因价断。伫牧师讲到了，咱的回应的诗是圣诗183首。这首诗咱就足熟的吼。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边，这首诗印象中是真侪人爱吟的吼。恁知影我的意思吼？伫咱野活的时，咱嘛是用这首诗来咧勉励家己，就是咱无论伫什么境遇，拄着歹的境遇，还是好的境遇，咱拢无烦恼。伫副歌的时，咱则请圣歌队甲咱唱即个
另外3步吼，来。来第一则，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福地，是无尽是水的路面，有时咱拄着大忧闷那目屎。经过大风的关，免烦恼，心平安。我苦楚免烦恼，心平安。第二则，有时咱拄着围困忧对天，包围咱生命袂当见。有时咱拄着大日的真艰苦，你到伤心是无花无路，免烦恼，心平安。我苦楚免烦恼，心平安。第三则，拄着这世间万物变化的心，对主人类美真惊人，心光润不安，大惊遐无坎坷，自所想的惊人免烦恼，心平安，心平安。我苦楚免烦恼，心平安。今日是建堂奉献主日，奉献袋仔伫座位头前，请关心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祷告。
总无长长踮伫做恶，互恩典加添济济嘛，断断毋通。咱毋做迄品已经死的，减要由原伫罪中来活，减毋知咱见若捌受洗礼的来入基督耶稣的，是受洗礼来入伊的死。所以，咱既然对洗礼来入死，甲伊通埋葬，是亲像基督对白的阳光对世人中国活，也要互咱安尼行伫活命的身款，因为咱若连下伫伊死的款式，嘛要连下伫伊国活的款式。大家来吟诗阿老上帝，圣诗326首，圣诗326首，请起立。即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公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因死上中国活，上天。那做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国人死苦，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统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复活，永远无活命。阿免。请坐。三角形诗篇86章第1节到第10节来应答上帝的话。上主啊，求你压耳孔听我，求你保存我的性命。我的上帝啊，你的路步我靠你，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予你的路步真欢喜。主啊，因为你是好，欢喜赦免人。主啊，求你压耳孔听我的祈祷，压落听我恳求的声。主啊，这的上帝中间无一个话必得你。主啊，你所行的万邦拢要拍败伫你的面前，因为你最大，搁行奇妙的事。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愿阿罗你伟大创造这美妙的世界。
互阮透过这世界来毋捌你，阮感谢你，你疼探阮，互阮受你的拣选，成做你的囝儿，有份来参与去做上帝国的事工。因为你的慈爱，互阮会使安然徛伫恁为阮所比办的所在，伫你权能中会使欢喜自在。主，阮要伫你面前忏悔，阮拢知，若是阮认阮的罪，你是真是公义，要赦免阮的罪，死除阮拢总的不义。但是阮定有足侪借口，无维持好的灵修，伫上帝，无伫伊上帝的工，无努力去传福音。主啊，求你赐阮力量，互阮定定反省家己的错误，搁较努力为上帝为主做工，离开这痛苦甲罪恶中。阮嘛为着这无平静的世界，求主你来怜悯。足侪所在，即摆拢抑阁有战争，求主你互世界上的顶全者会使行公义，心存怜悯，也看顾遮的人民会使有为主你来的帮助，互这世界紧恢复和平。6月份嘛是学生毕业的时间，足侪少年人要开始新的人生，求主引带伊前头前的道路，互因面对挑战的时，无抵带因直直死，就救因脱离迄歹的，嘛为着教会济济事工，试会应对建堂的事，求主你来祝福，互咱所做的工按照主你的旨意来行，互咱所传的福音成做社会的光甲盐。阮即时也爱照主所教示咱的基督文，同写祈祷因讲。
请做伙来攻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创世纪21章第9节到21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19页，创世纪第21章第9节到21节。当时，埃及人夏甲互阿伯拉罕所生的囝伫恁笑，要互撒拉看见，就对阿伯拉罕讲，着赶出这个女婢甲伊的囝，因为女婢的囝毋通甲我的囝以撒同做互事。阿伯拉罕因为伊的囝的缘故，不知忧闷。上帝甲阿伯拉罕讲：你毋通为着即个囡仔甲你的女婢忧闷。若撒拉对你讲的，你拢着听，因为对以撒生的，则要称作你的后裔。轮到女婢的囝，我也要互伊成做一个，因为伊也是你生的。阿伯拉罕早早起来，下饼甲一批茶水，互夏甲下伫伊的肩头顶，连囡仔带到伊去，伊就去到白示巴的旷野，就行无路，批地内的水用了，夏甲就将囡仔放伫细站树骹。本身行开约了，走一支钱的远衫，并对伫地讲：我无恁看囡仔死，就三对面坐，出声大啼哭。上帝听见囡仔的声，上帝的使者对天离到夏甲讲。夏甲，你有啥物代志？毋免惊，上帝已经听见囡仔伫遐的声，起来，要互囡仔起来牵伫你的手，我要互伊成做大个。上帝开伊的目睭，伊就看见水井，就将皮地入去水到满满，要互伊囡仔啉。上帝甲囡仔伫地，伊就渐渐大，踮伫旷野，成做成志的人。伊考去伫巴兰的旷野，伊的老母对埃及地，甲伊娶一个某。讲道，请但米林牧师讲道，题目是听我哀哭的上帝。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的圣经内面有几啊段真歹解说经文，亲像伫士师记第19章有一个妇人人，互伊的丈夫杀出去，互人侮辱，最后伊的丈夫将互欺负到死的伊切做12块，送到以色列12个支派，然后就引起以色列的内战。也亲像是大卫的查某囝塔玛的故事。塔玛虽然是一个公主，但是嘛敢若是一个物件。人要爱就摕，无要爱就等牺牲。今仔日夏甲甲伊的囝以实玛利，互赶出阿伯拉罕的家，也真歹解说。夏甲已经达成伊的任务，替阿伯拉罕生一个后生，但是竟然就安尼互赶出去。这经文有当时连基督徒嘛无法度理解，所以有一寡解经家会将这经文包装起来，用无正确的角度来美化这经文。另外，这经文嘛，互一寡女性主义的人看做是父权社会伫迫害女性，因就认为圣经是弄我，是无真尊重人权的。但是，较有一寡神学家伫这经文内面看出上帝毋是无出声，上帝有伊的带领。所以今仔日即个故事会当讲是阿伯拉罕夹伫两个妇人人中间的故事。撒拉是阿伯拉罕的某。但是有一个当时的人看做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伊生袂出囡仔。但是上帝阁应允阿伯拉罕，伊会有亲像天顶的星遐尼侪后生。这两项是冲突的，所以撒拉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冲突。
伊讲我若有一个后生，上帝应允就会当实现啊。伊就想到伊的女婢哈甲，哈甲伊是一个埃及人，有可能是伫亚伯拉罕甲撒拉引起埃及闪避饥荒的时，买来服侍撒拉的一个奴才。所以，伫伊的女主人对主人讲：上帝禁我生囝，求你，请你甲我的女婢同房，检采我通对伊得到囡仔。安尼的一个计划内面，咱看见哈甲伊无法度替家己来出声，因为伊是一个奴才，伊是一个工具。咱现代人来看撒拉的计划，会感觉真奇怪。但是对迄时无法度生育的夫妇来讲，买一个女性来替因生囡仔是合法的。即个女性生出来囡仔，毋是家己的，是大某的，并且伫古代近东的法律《汉谟拉比法典》即种法律内面有规定，替人生囡仔的女婢嘛有伊的人权。主人袂当家己卖掉，主人袂当赶伊出门，因为伫迄时一个女性是无法度生存的。所以哈甲就对亚伯拉罕来怀孕啊。但是哈甲的心嘛开始有变化。圣经讲，伊知家己有心，就看轻主母。即个看轻，可能互咱认为伊袂严，但是原文较毋是遐尔对着。伫一本册叫做《骇人经文的救赎挑战》内面，这本册有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解说哈甲对伊的主人撒拉的态度。这个新哈甲讲，当哈甲发现家己怀孕啊，伊对撒拉的看法就改变啊。因中间迄个主人甲奴仆的界限无去，所以这个新哈甲认为，是这个看轻，毋是讲哈甲对伊的女主人无礼貌、刻薄。是讲因两个人的关系开始有一个新的调整，因为有后生，所以女婢的地位互高举，比较起来，女主人的地位就降低。所以真有可能，即个怀孕的哈甲，伊定定爱倒伫眠床底下休困，无法度佮做粗重的工课来服侍撒拉。伫撒拉的眼中，哈甲渐渐失去即个奴仆的角色，所以撒拉哪来哪目空赤。伊袂记得这是伊的决定，甚至伊将上帝搬出来，伊对亚伯拉罕讲：“愿上帝伫你我的中间来判断。”所以咱看到一摆亚伯拉罕伊听叹伊太太的话，用阮撒拉苦楚哈甲，而且用苦楚是非常强烈的字眼。咱毋知影即个撒拉是安怎苦楚即个哈甲，毋过怀孕的哈甲伊挡袂牢。伊走去旷野，一个有身因无助的外邦妇人人，是要安怎伫旷野活落去？上帝恩典主动临到，上帝的使者对哈甲讲话，但是是讲啥呢？上帝的使者竟然叫伊转去降服伫伊女主人的手下，哈甲惊到要死，因为这转去一定互人苦毒死。但是上帝接续互伊两个应允。这表示伊袂死啊！这段记载对伫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震撼的经文，因为一个卑微的外邦人，伊阁是妇人人，这种相当卑微的身份，竟然会当甲因的以色列的祖先共款来得到上帝的应允呢？所以这就是伫所有的以色列人，甲所有读圣经的人证明。上帝恩典毋那是互以色列人，上帝恩典是互所有的人。所以上帝互哈甲这两个应允，第一个应允是伊会有侪侪互的，侪甲无法度去算。咱看，咱敢会记哩？上帝互亚伯拉罕的应允嘛是安尼呢？第二个是讲哈甲巴倒来这囡仔，爱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意思是上帝听见，并且这个囡仔会哪来哪强大，强大到会当甲亚伯拉罕未来囝，即个以撒的后裔来比拼。上帝爱即个囡仔号名叫做以实玛利，意思是上帝听见。但是咱看见故事行到这，上帝有听见啥？伫撒拉的计划内面，哈甲伊无法度为着家己来出声，
伊互苦毒，互赶走的时，嘛是安安静静无嗷叫，伊无祈求上帝的拯救，上帝嘛无出手阻止伊，互伊的主人苦毒，嘛无阻止伊，互人来赶出伊主人的家。上帝是听见啥？上帝是听见即个埃及妈妈内心的苦情。所以伫旷野，上帝使者亲自对夏甲讲话，就是要互夏甲知，上帝毋若是照顾伊主人以色列人的家，上帝嘛会照顾伊。所以伫遮，咱会当想象夏甲伊的心，将来毋捌有人关心、重视伊的感受，但是就伫即时，伊知影伊亲自来拄着上帝啊。所以虽然伊毋知影安怎甲即位上帝号名。但是伊做一个信仰告别，伊讲你是看见逐项的上帝，并且甲伊边仔迄个水泉号名叫做碧海拉海来，意思就是因我的上帝顾念我。所以咱看见对夏甲即个外邦妇人人来讲，上帝就是遐尔珍惜，珍惜到伊愿意用性命来冒险，所以伊真正转去伊主人的家，继续互撒拉来苦毒。当然，安尼日子无好过，但是夏甲伊相信上帝的应允，伊对上帝的信心就支持伊来勇敢面对即个困境。但是夏甲伊的人生敢有伫以实玛利出世了后就较好过咧？伫亚伯拉罕100岁时，咱知撒拉伊生一个囡仔，所以咱看见当时。以实玛利差不多是16岁、17岁的一个少年，所以常常有人会对创世纪21章第9节伫遐讲，当时埃及人夏甲甲亚伯拉罕所生的囝，伫领笑，互撒拉看见。伫领笑，也是讲咱的和合本圣经是翻做戏笑，这个描写会互咱感觉讲，哦，一定是即个青少年的阿兄伫欺负伊的小弟。即个冷笑、戏笑会互咱有一寡负面的想法，但是这拢毋是真好的翻译，因为咱若去看原文，即个字甲以撒的名，以撒的名的意思是笑。为什么伊的意思是笑？就是迄当时上帝互亚伯拉罕甲撒拉伫100岁，伫因亚伯拉罕100岁时得着安这个后生，所以撒拉欢喜甲笑出来。所以以撒的名的意思是笑，所以。戏笑也是咱台语的冷笑这个字的原文，其实拢是即个笑是同义军，所以佫较侪现代学者是认为，安尼笑是讲这两个囡仔伫遐做伙佚佗，是非常单纯的伫遐来佚佗，伫遐来笑。安尼情景毋是真好吗？大某细姨，安尼囝做伙佚佗，家和万事兴吗？但是撒拉较无欢喜啊！当伊看见以实玛利即个路财仔囝，竟然甲伊的后生做伙佚佗，这互撒拉意识到，以实玛利无搁认为家己是一个路财啊！路财仔囝哪会当甲我的后生做伙佚佗？将来伊若威胁到我的以撒的继承权是要安怎咧？所以到底即个以实玛利？敢会当继承亚伯拉罕的财产？前一阵仔，即个5亿高中生的命案，互真侪人伫关心继承即个问题。但是伫古代郡党的律法规定，一个人伊若有大某甲细姨所生的后生，伫过身了后，这两个囡仔拢会当平均来分伊的财产。但是大某的后生有优先的继承权。所以，这个老爸若毋愿意，互伊的女婢所生的囡仔来分伊的财产，就爱事先放这个女婢甲伊的囡仔自由，互因离开。所以，虽然这个夏甲已经替亚伯拉罕生一个后生，但是伫撒拉的眼中，因要是奴才呢，因毋是厝内甲因同款厝内的人呢。所以，当撒拉命令亚伯拉罕。赶即对母仔囝出去的时，撒拉是讲啥？即个女婢甲伊的囝，伊毋是讲夏甲甲以实玛利，
所以咱看见，这是第二摆的冲突。即摆的冲突，阿伯拉罕的反应就无共款啊。第一摆咱会记得无？第一摆的冲突，当客家互赶出去的时，即阿伯拉罕伊讲随在你啦，随在吼，伊拢无做任何的代志。但是即摆阿伯拉罕无共款啊，圣经讲伊内心非常的忧闷。为什么伊忧闷呢？咱若比较两摆客家的安尼家庭的冲突，咱就知影阿伯拉罕的忧闷，毋是因为客家来忧闷啊。客家是一个工具，毋达得伊忧闷。伊忧闷啥？以实玛利，伊嘛爱以实玛利，毕竟以实玛利身躯所流的是阿伯拉罕的血。佫较无共款的是，这第二摆客家离开厝，即摆上帝有出声呢。上帝对阿伯拉罕讲：“你毋通为着这个囡仔甲你的女婢忧闷。既若撒拉对你讲的，你拢着听，因为对以撒生的，才要称作你的后裔。论到这女婢的囝，我也要互伊成做一国，因为伊也是你生的。”伫遮上帝阿伯拉罕讲出讲，伊捌对客家讲的话。上帝对客家讲啥？讲我要互以实玛利成做一个大国。所以伊嘛对阿伯拉罕讲一届，并且因为以实玛利是阿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伊也要成做一个大国。但是咱看见上帝所讲的话，伫遮嘛讲明，只有对以撒生的，才通称作是阿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对以撒生的这几个字，就排除阿伯拉罕甲客家所生的以实玛利。所以咱看见客家就第二届离开伊主人的厝。对客家这两届的离开，互咱看出一项物件，就是嫉妒的严重性。因为嫉妒的确伫即个家庭中间造成分裂甲伤害。咱看表面上，即个撒拉伊已经得到伊想要爱的物件，但是安尼的家庭纠纷，较对因的后代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以撒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伫历史上，咱看见对第二届世界大战，以色列建国了后，这两个国家定定发生冲突。但是因原本是兄弟仔呢。伫上帝应允内面，咱看见现在阿拉伯以实玛利的后裔，的确成做大国。咱看见罗在仔囝出头天，这一方面是上帝应允，上帝所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对头到尾完全无伫阿伯拉罕甲撒拉的对话中间出现名字的客家。伊嘛是一大功臣，因为伫迄当时的时代，一个真弱势的妇女，伊要单独抚养囡仔是非常的困难。特别咱看阿伯拉罕送即对母仔囝离开的时，伊敢若互因一寡水一寡饼。哦，咱想阿伯拉罕哈尔有钱呢，伊有哈尔侪的牛、羊、驴、骆驼，但是竟然互即对母仔囝一滴水。一寡饼，咱毋知影阿伯拉罕伫想啥？有可能伊认为上帝要互以实玛利的应允，对因踏出门就会实现。所以客家只有派一滴水、甲淡薄饼，就带伊囡仔以实玛利离开。因行到旷野，但是迷路啊。伊行到的即个旷野，毋是伊第一摆去有水泉的迄个苏尼的旷野，因即摆是行到别是巴，一个无水泉的旷野。所以饼无啊，水无啊。圣经描写客家伊的绝望，毋若是肉体的绝望，因为伊目睭紧紧看伊囡仔伫烧热打碎的旷野，生命一滴一滴地流失。伊的心嘛短得要死啊！伊将囡仔放伫细丛树骹，互囡仔会当有尊严来死，然后家己离开囡仔一点仔距离，面对囡仔伫遐坐着。客家安尼动作，
嘛有一寡人误会讲，即个妈妈心肝真凶，将囡仔弹掉。但是对遮个描写，较互咱看见一个老母的无助甲悲伤。若是会当，哪有老母会将囡仔弹掉咧？若是会当，老母拢想要甲囡仔做伙，但是面对囡仔得要死，学家无法度承受，伊坐伫囡仔的对面，伊坐伫遐创啥？伊无亲像第一摆伫旷野时无出声，第二摆伊伫即个被失败的旷野，伊伫遐大啼哭，放声大哭。即个哭是为着伊囡仔得要死的哭，即个哭是为着伊家己的命运的哭。即个哭甲以撒出世的时，撒拉的笑是一种对比。撒拉因为以撒出世在笑，但是学家较因为互赶离开厝，搁要面对囡仔的死亡，绝望的哭。我想即个老母的哭声，一定互迄个倒伫树骹得要死的以实玛利听出其中的绝望、悲伤。所以圣经讲，以实玛利嘛缀伫哭。兄弟姊妹，这是圣经内面第一摆有人哭。上帝创造的世界原本应该是充满笑声、和谐，但是有人伫哭，表示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因为罪来拆离。这个哭嘛表示人知影家己是软弱，人家己是无气力的。但是就伫罪甲软弱的中间，上帝介入啊！上帝听见囡仔的哭声，就声音对天顶讲：“学家，你有甚物代志？毋免惊，上帝已经听见囡仔伫遐的声，起来，也互囡仔起来牵伫你的手，我要互伊成做大国。”上帝已经听见囡仔伫遐的声，这互咱想起上帝安怎甲学家讲，安怎甲以实玛利号名。这嘛甲咱这读者证明，以实玛利的名确实是上帝所号的，因为以实玛利的名意思就是上帝听见，所以上帝亲自回应这对母仔囝伫旷野的哭声，并且搁一摆讲出伊要互以实玛利的应允，然后将养饲囡仔的责任交伫学家的手，起来也牵囡仔伫你的手。上帝使者的话讲完，学家的目屎随时停。上帝开伊的目睭，互伊看见一口井，因的性命得到救。而且突然间，互学家看见一口井，这表示这口井原本是无的，这口井是上帝备办的。因为所有的人，当时的人拢知影，伫别是巴的旷野是无水泉的，但是这时有一口井来出现。这是上帝在做工，但是你想，上帝敢有可能伫几秒钟内面来变出一口水井嘞？当然有，因为上帝有主权。上帝创造光的时，伊是啥？命令光，光就出现。所以当然，一口井对伫上帝来讲，嘛毋是困难的代志。亲像伫以赛亚书第43章19节有讲：看啊，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当地发现，恁囝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上帝要做的代志是超越咱的想象。另外，上帝开学家的目睭是什么意思呢？这毋是讲学家原本的目睭砍掉的，突然间互拍开。伫遮是讲，当学家将伊的忧闷、将伊的重担交互上帝，专心信靠上帝时，上帝就拍开伊的目睭。所以同款。当咱将咱家己的问题，当咱将咱家己的忧闷交予上帝，信靠上帝，上帝会拍开咱的目睭，互咱跳脱家己的盲点，来看见上帝的恩赐甲上帝的恩典。亲像圣经内面嘛有几啊个人，因的目睭互上帝拍开的经验。亲像先知以利沙，伊为着伊的奴仆来祈祷，因为迄当时伊非常危险，所以伊奴仆非常惊。然后祈祷啥？即个以利沙祈祷讲：
主啊，上主啊，恳求你拍开即个罗卜的目睭，互伊看见四周围有火车火马围伫我的周围保护我。所以果然上帝开即个少年人的目睭，互伊看见四周围上帝车牌者的天使者天军伫保护以利沙。然后咱若看路加福音第24章第31节，是记载耶稣国活了后，伊甲伊两个学生行伫以马忤的路里。但是这两个学生甲耶稣讲话讲真久，拢认袂出伊，一直到入去厝里，耶稣摕饼祝谢，因的目睭开就认得伊。所以咱看见，咱知影，咱爱求上帝开咱的目睭，因为咱定定咱的目睭会对眼前的困境，咱伫遐一直沉迷伫眼前的困境，咱无法度离开。但是咱若会晓对眼前即个问题刷到上帝遐的时，咱就知影上帝的引传。另外，当咱的目睭互上帝拍开，就会亲像诗篇119篇18节所讲：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即句经文咱定定读，但是咱敢会当伫读圣经、听讲道前，咱恳求主开我的目睭，互我会当看出上帝话语的奇妙。经文的落尾有提到，以实玛利伊后来就住伫巴兰的旷野，后来成做一个城市，大大有能力的人。到伫娶某年岁，夏甲就转去埃及，为伊娶一个埃及人来做某。第21节是安怎讲？伊的老母对埃及地家娶一个某。这是夏甲最后一次出现伫旧约的圣经，但是伊无过是女婢，伊无过是代理孕母，伊伫遮奉称作是以实玛利的老母。用今仔日的眼光来看，以实玛利夏甲的故事内面有真侪咱现代人嘛有的安尼压迫，亲像有种族的压迫。有阶级的压迫，有性别的压迫，夏甲真做互压迫的对象，这对真侪人来讲意义是非常的大，特别是真侪受到拒绝的人，亲像最近连环爆的 MeToo 的事件，咱看见真侪人嘛伫权力、嘛伫性的暴力的下面，还受到压迫，但是咱看见。对夏甲的故事，咱看见这毋是绝望，咱拢会当伫夏甲的故事内面来找到家己的故事。特别即个故事是有上帝参与的故事。夏甲是一个无地位的外邦人，却是圣经内面第一个互上帝使者拜访的人。伊嘛是第一位敢甲上帝号名，你是看见逐项的上帝。伊嘛是第一位听见上帝宣告，伊会得到一个后生，并且即个后生会得到上帝应允的妈妈。夏甲嘛是第一位为着囡仔得哭的母亲。所以虽然夏甲因为撒拉甲阿伯拉罕因的不义得受苦，但是因为伊相信上帝，所以伊为着伊的囡仔带来祝福，伊自给自足，伊成做一个国家的女祖先。兄弟姊妹，咱拢生活伫一个混乱不安的年代，咱嘛有可能拄着亲像夏甲即种的绝望困难。但是夏甲的故事提醒咱，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伊讲的话绝对袂改变，亲像伊互夏甲的两个应允，后来拢实现。上帝嘛是听人哀哭的上帝，所以咱毋免带一个面具。咱会当来到伊的面前流目屎。上帝嘛掌管万项事，所以咱会当放心来交托互伊。希望透过今仔日的故事，互咱搁一摆看见上帝慈悲、上帝恩宠，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爸，阮感谢你，透过伫几千年久进前的安尼一个故事。发生伫一个卑微、无地位的埃及人女婢夏甲的故事，你互阮搁一摆看见你的疼。
你的听无分阮是啥物人，你拢是互阮听。你的竞选无分阮做过啥物代志，你拢竞选阮，你拢听阮。主，阮感谢你极大的恩典，恳求你帮咱，互阮学习来注意你的话，互阮学习伫一个混乱的世代，互阮会当注心听你的话，因阮相信你的话无改变，你的信息永远袂改变。恳求主，你就甲阮同在，互兄弟姊妹会当伫即个时代有好的见证，帮助阮伫即个时代诚做受苦卑微的人的安慰。帮助阮伫即个时代会当勇敢为主来做见证。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三角来读今日的经句，请做伙来读纳，读了2遍。遐个害死身躯，为害死灵魂的，为着惊伊，多多迄个为的灵魂甲身躯伫地狱的，较着惊。马太福音10章28节，迄害死身躯为害死灵魂的，无得惊因，多多迄个为灭灵魂甲身躯的，较着惊。马太福音10章28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613首，圣诗613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林宗正长老、扎新长老、丹仪长老、赖一凡执事、蔡松瑞执事、施淑胜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3条，台湾新学院新学生纽方义路是下到今日为止，感谢伊的服侍，求上帝带领伊头前的道路。第4条，请兄弟到1楼摕2023年7月到9月圣光释放表。第5条，真安讲特轻因为印刷延误，延到后周来分。无区消息，双联大厦订6月28号爱到淡水一日游，请汽油迄天透早9点半到9会集合出发。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来，咱来大声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2位姊妹，大声欢迎萧玉伦姐妹，欢迎。欢迎你。好，第2位，咱欢迎蔡玉婷姐妹，欢迎。蔡玉婷姐妹在哪里？哦，她下去了。哦，好。好，咱这时咱来请教育组的郭主安长老来，甲咱报告一项事吼，就是写读经的心得。
5月我介绍做伙来读经的活动，今仔日要介绍写心得哈，因为有点喘呢，因为就是本来讲年底邀请大家写心得，不过后来决定提早，就是在周报会开辟读经分享专区，邀请教会这来投稿，唔免坐哦，100到200字拢会使。你也要坐要见证什么也可以，都欢迎会使交互我，甲贵干之书、书生之书，阮希望就是借着大家的分享，嘛会当提醒甲激励每一个人。下一页，这就今日咧周报咱有刊登的光宇长老他的读经心得真精彩哦，大家会使看。在下一页。对，顶摆到即嘛有一些的 Q&A 我甲家解释一下就是咱5月7号开始，希望每日一章，毋过可能有的人会偷懒，还是有的人会袂记的即嘛开始嘛会使，一样每日一章你周6日可以补读哦，还是讲你改成每日2章、3章都可以所以重点就是讲，咱不管什么时阵拢会使开始相信上帝咧，这中间一定会互咱不同的领受跟感受，所以即马嘛是会使过去1楼领取读经记录表，也请主动投稿哦。如果教育组邀请你，你不要拒绝我们哦。好，多谢。好，过来咱请会长老来分享报告。各位兄弟平安。顶礼拜我有报告建堂连线的事工，伫报告了有真侪互我感动的事，所以我今仔有特别请牧师由我过来报告一届。今仔日所要报告，我是望用一粒挂彩景的祝福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伫顶礼拜报告了。我真感动，就是有15分对上年大学牧师伫遐推广的遮个学生，因一个一个将因的连线单放伫牧师的办公室，牧师交互我。阁有6位咱的会友，年龄对年轻的甲年长的，嘛将因的连线单来亲自交互我，所以伫顶礼拜感谢主，咱增加22份的连线单。这22份的连线单内底，每一份拢互我看到一粒挂在纸已经开始种伫内底。其中这个年轻的姊妹，当伊交互我伫拜堂的后壁交互我的时，我讲你是这迄日子乃无天，伊讲无限期，就是讲伊对即马开始年轻的时，要无限期对教会的建堂甲其他的发展的奉献。我讲你安尼，你若继续奉献的时，有一天你的头毛甲我共款白，伊讲不要紧，这是我的决志。搁一份就是有一个较。年长的姊妹，伊礼拜了伫1楼的后面，特别甲我讲真歹势。我填连线单，但是我只有会当填3年，1个月1000块。总是我的心志是要一直奉献。因为阮即马我的家庭较无稳定，所以我将我即马会当的就先填即张连线单。搁较伫前几工，牧师伫咱的中间甲我讲，当伊伫甲即个让人食堂，而且志工咧讲即个代志的时，有一个志工先生，伊就填即个表，顶头填1000块，先奉献1年。牧师甲伊讲，你1000块对你的负担是毋是足大？伊讲我。
每一工粉食较少的就好。遮个代志互我感动，就是每一张的连天单拢是一粒的挂菜纸。即个一粒挂菜纸，当渐渐组织的时，耶稣讲的，虽望伊是真实的挂菜纸，总是呢，咱种下了后，咱会当看起伊渐渐大长，渐渐发出大枝，请做一个大的树，会当互空中的鸟会当歇伫伊的黄的，即个真做一个大长的挂菜的树，就是咱即马要来三甲做伙来种的，就是咱每一个拢是挂菜枝的种子。顶礼拜我有报告讲，未来2023年到2028年6年的中间，咱要分做2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4年到2026年，第二个阶段就是2027到2028。伫财务的奉献顶面，头4年就是咱即马开始用挂菜纸的经济，咱希望伫2028年的时，咱会当建造伫即个基础顶面建造一个新的礼拜堂。即新的礼拜堂就是开始一张大的树要开始的新的里程碑。伫1979年，咱完成即个建堂。伫1971年的时，有7年的时间，有8年的时间，咱有侪的大粒的挂菜纸，也有侪277位的奉献细粒的挂菜纸，因为下落去，互咱伫即个礼拜堂会当伫遮有45年的时间，咱今仔会当看去，咱伫即个所在三甲聚会，无论伫现场还是伫网络顶面的，有迄阵参与建堂也中辈，也有壮年的，也有青年，也有少年的。咱今仔日礼拜，伫讲台顶咧抒会恩信，伫钢琴的头前后面咧抒琴的正行，因拢是伫45年的即个礼拜堂，即人树仔内底所长大的。所以咱即马开始要第3摆的建堂，希望咱对即个建堂的中间，咱来看起，就是无论咱的对外的接待服务，还是咱的敬拜而乐，咱的牧养的培育，还是咱要伫继续咧发展的迄个数位传播，就是伫空中的教会，还是咱要正做一个宣教的基地。这伫咱建堂委员会已经伫小会内面已经正做5大平台的发展委员会，开始即马就到年底拢要开始，所有的中心拢三甲做伙来规划，伫即个新的礼拜堂，咱顶头要来有新的服侍、新的敬拜、新的娱乐、新的宣教，甲新的拜堂的传扬福音的虚实的方法的应用，所以咱有需要一个新的礼拜堂徛起伫即个所在，来互新的无共款的宣教的方式，会当伫无共款的设备、无共款的心智的顶面，会当来扩大上帝国的福音。伫遮尔大的计划内底，咱即马开始，希望会当有一张的连线单，会当交伫我的手中，还是放伫迄个建堂的奉献箱伫咱后壁，还是交互牧师。咱会当用咱的家庭做单位，咱在座有侪的长辈，过去检菜你有参与过去的建堂，伫即个所在你也培养，透过你的奉献，培养侪的即摆真侪中年，真侪青年，啊，佮真侪你后一代的子孙伫即个所在。咧，成做一个新伫遮歇伫遮的即个陪教，伫遮继续咧服侍。希望咱会当用咱的团契做单位，会当用咱的小组做单位，会当来号召咱每一个单位拢会当来继续来为即个事工来看起头前咱所要行的路。希望有300粒挂菜纸会当伫
咱的奉献箱内底，毋但是伫迄个钱银顶头的奉献，咱仰望即马咧发展委员会咧规划，咱未来要来有新的服饰，会正的时光的是，咱会当做伙来参与。伫遮侪张的即个挂彩纸，电线单，仰望伫咱无久的将来会当看去，咱每一个月的奉献会当达到108万。咱即马目前是每一个月是55万，所以需要加倍增长。已经有人咧问讲，咱拢有咧固定奉献。咱即马天连线单到目前为止，拢总有62位，咱仰望要到300位。但是咱即马固定咧奉献的，每个月拢有差不多85位。所以有人咧问讲，那我固奉献就好，敢一定爱天连线单？我的回答是讲，你奉献非常的欢迎。总是假使你若会当将你固定的奉献来填即个连线单，来甲阮讲，你大概固定要献偌济，有偌济时间，一年也不要紧，2年不要紧，以后会当过来更新。这个好处就是，互建堂委员、财务小组咧规划未来6年所需要的财务的时，会当有一个暗算。咱知影，咱若要买一间厝，咱爱筹迄个自备款。我即个目标108万，即个每个月的即个数额是计算35%的自备款所算出来一个数字。咱先用即个做咱的目标，会当伫连线的顶头，互咱有一个暗算。无伫过程中，财务组若毋知影迄个暗算的，无法度暗算的时，可能恐惊会去借伤侪钱。到时你有奉献，但是我毋知影，所以去借伤侪钱，对咱嘛是无好。第二个就是迄个连线单顶头有各自的问题，请大家放心，就是只有我牧师，才会看到即个连线单会保管伫我的档案内底。过来就是有问题要安怎，要交互啥人，就是交互我牧师，也是放喺任信章伫后壁遐。我的个资伫遮，请大家摕去用。新印的即个认线单，下骹有我的电话，甲我的赖，欢迎你会当用即个来有啥物问题来对我来问。伫最后三甲请咱每一个兄弟会当为建堂甲教会发展的即个事做伙来祈祷，互咱会当看到上帝要引带咱行到的所在，互咱会当开咱心灵的目睭来看到教会，看到咱厝边的需要。的确重要的就是伫祈祷的中间，仰望咱会当立刻行动。以上的报告。好，多谢会长老。好，咱即时咱来祈祷，咱为着台湾社会，咱的世界宣教士来祈祷。特别咱昨看见伫德北遐发生气爆，咱恳求主的怜悯，也互受伤的人会当紧紧得到医好。咱嘛为着伫咱的建堂，也是咱其他所有事工来祈祷，为着怀孕的姊妹舒迪，为着住院的兄弟董荣兄，嘛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明哲兄、玉秀姐，周玉秀姐，这是何继红的妈妈。那么为着邱菊姐、清真兄、西江兄、启胜兄、邓妈妈、金生兄、道明兄、明珠姐、阿秀姐、俊生兄、阿卡姐、赵雄兄、来福姐、应轩、张老师、龚琪姐、陈其雄长老、伊丽、素梅姐、方梅姐、谢婷兄、明理姐、昨嘛做一个细手术，嘛真顺利完成。那为着阿菊姐、郭元兄、佑庄兄、李雀老师，咱开嘴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祈祷。
互阮会当将阮的重担交托伫你的手。主，阮相信，当阮愿意交托，阮愿意信靠你。主，你要解决阮的问题，你也要互阮对中间有学习。主，恳求你保守兄弟姊妹。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的肢体来祈祷。有侪肢体因身躯欠安，伫厝里疗养的，也是伫病院的，恳求你拢保守医治，互伊紧紧恢复健康。主，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也是拄仔生产完的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因，甲因的囡仔拢真平安。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阮听见阮的建堂的需要，恳求你将安尼的需要的感动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内心，无论阮的气力有偌济，互阮会当愿意用祈祷、用金钱来支持阮的建堂的事工。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阮看见伫世界有真济战争、有天灾人祸，主恳求你的怜悯、医治，也紧紧互这个歹来停止。阮也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伫昨阮看见伫德北有发生气爆，有侪人因失去因的厝、因的财产，甚至有人真严重伫遐来受伤。主恳求你来保守，互规个代志有好的安排。主，阮也要将伫各地的宣教师来放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来保守看顾，特别为着这几工伫缅甸的基督精兵协会因的事奉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的中间也有小野执事伫遐来参与，恳求你也保守因，互因拢会当真平安。阮为着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来祈祷，伫明日阮要恢复阮的工课、阮的学业，恳求主你也保守，互阮每一个人有对你来的气力。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迄时来吟诗信诗394首，信诗394首。吟诗了后，请陈美玲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